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看无咱前途。坎坷的情路，沉重的脚步，害阮不知要如何。心愈来愈寒，阮的梦你若知影，也袂放阮受拖磨。天地遐尼大，痴心做苦活，只要你作伴。阮已经对倒你的梦，希望你会来听。天公伯啊，我求你，你定爱保庇，我的清早健康爱回后倒转来。亲，我会使真感谢你，安尼生啊这么关心我。啊，无你先回去，我留在这顾伊就好啊。好。那就好。对啦，若需要用钱，做你甲我讲不要紧，救人第一哈。我真感谢你。你保重呢。妈，你甲含先回去歇困，我留伫遮顾爸爸在遮。我不爱，你莫赶我回去好无啦？天妮，你先先回去哈。是，安。清楚你命，你放我一个人做你去的。天公伯，你着爱保庇清楚绝对无代志的，你爱保庇啊！天妮，你还阁少年呢，有真侪代志，并唔像你家己所想安尼生。你想要安怎，就会使安怎样。确实啦，有时阵必须要替你家己想，也毋过有时阵呢，你嘛要替别人的立场设想一下。出门是一件喜事，即摆变到安尼生，你爱冷静，好好想一下。假使讲，你若是要朝阮雅玲，我甘愿将你当做家己亲生后生看待。若是有啥物困难，做你爱来找我，知影无？哈？恁对我的温情甲疼痛，毋是感谢两字就会当表达。小婉，小婉，小等下啦，我有要甲你讲，小婉啦，小婉。其实哦，我知影你大家拢误会，我是不得已，你知影无？误会你，我无迄时间。小婉，小等下，小等下啦，你听我讲啦。有代志你紧讲好。我甲你讲，
你敢知影？阮小妹真喜欢李婷。真歹势，我毋知影。要毋过你放心，我会甲斗相。伊甲李婷两真熟。哦，我话已经讲了。哎，你个人去无用啊，但我也真无用。哦，再见。但这样是占标啊！爸，我讲一个好消息，我讲一个好消息。是啥物好消息？正阳啊，你马上去讨礼貌的，袂你袂先弄一下问的啊？甲你都无尊重别人的尊重心。我知影，我讲，你知影啥？你知影无？即摆做啊到，你知影？爸，你听我讲啊，你唔知吼，我是偌有办法，你知吼？我吼，迄个阿芬吼，伊个厝边条要紧哦，还佫有吼，咱袂摕到土地迄个尾款，照常摕得到。这是拄则我送义父总去车头时咯，伊亲嘴甲我保证。安尼哦。是啊。想会到去乌看仔做大油哦。啊，你是安骗的？爸，讲着骗，迄就歹听啦。等我这计划若成功吼，我就要娶某。要娶某？我来讲哦，要娶公伙我是无答应哦。是啦。啊，毋是哦。无你要娶小婉啊？也毋是咧。我到底是交几个？啊是啥物人啊？迄是一个真有钱的千金小姐，叫做于副总。哇，爸，于副总诶。是呀。哎呦啊，你这乌面妈祖，请你保庇遐个囡仔平安无代志，大拢我读册。你嘛爱保庇天儿，伊莫为着我的代志，甲伊妈妈起冲突，一切平安无代志。阿芬，你求安尼想，你是求啥物？我想说要甲你讲，阿芬啊，不但生命的保庇，而且我也鼓励你嫁回李婷。阿兄，你莫当遐后白讲好无？伊又未婚妻的人，你想要害我是？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。你阿五妈妈是生你的啊，伊想你今仔穿这束衫，
我是你阿婆妈妈买，你阿婆妈妈会足疼你，足爱你啊。我白讲，伊根本都无听我。阿姐啦，老师即摆甲你讲遮尔济，你嘛袂了解。等你较大汉吼，你就知影。陈小姐，阿婆啊，你今仔哪早来遮咧？迄因爸爸因过身去啊，昨暝拄仔打电话，叫我甲伊讲。 要找伊见爸爸甲伊妈妈，想讲甲伊熟悉一下，想袂到即当阵爸爸已经。老师，你莫搁讲课。我等下要坐火车去台北，该斗3天。阿母啊，我较无方便去，我拜托你，帮我摕一个背包给我，好无？无咯，我毋是来我讨背包啦。我知影啦，我了解天天咧做人，我安尼做，我只是表达我对伊。你的意思我了解啦。伊人讲哦，讲伊爸爸伤风也办完，一时来看你。其实我嘛感觉会出来，伊对你实在够好。 小朋友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阿姐给你再做些物件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来！阿姐，排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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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再来啊！我跟你讲啊，绝对互你食有够的啦。哦。等下恁来家己搬的时阵哦，爱小心哦，慢慢仔搬，知影无？哦，知。好，再搬。要小心点哦，慢慢仔，慢慢仔搬哦。 喂，这边啊！你来啊！阿文啊，我是看你心情歹，我是专程来到关心的，我绝对唔是要搅了你的啦。我哪有啥物心事？你莫当我袂想好无？阿文，啊若无是咱我载遐济物件来，你拢无买看一下。阿文，是毋是我顶下黑白讲的，你咧生气？无啦，我哪有生气？阿文，你放心，以后吼，我绝对袂黑白讲话啊。好啦，阿伯，你莫当我袂想啊。阿文啊，你还咧生气哦？无啊，我哪有生气？无你哪咧哭？阿文啊，我知影你的心情啊，你一定为着阿吉啊哦，因妈妈要甲伊带台北，你心肝唔甘对无？
是啦，是啦。其实哦，我做伊的客爸，其实我嘛做唔甘的啊。我嘛就烦恼伊两个人，我干袂起。妈妈，我想要搁坐一摆海盗船呢。哦，记啦，真勇敢哦！一遍坐无够，要坐第二遍哦。好啊，安尼吼，你甲红娥妈妈搁去坐一摆，好不好？我不会啦，我要跟你斗阵坐啦。囡仔，干妈就无胆，你知道？海盗船的海较悬哦，干妈会惊呢。啊，惊若昏去，你安怎？我会保护你啦，安尼你就袂昏倒啊。好啦，我知影讲阿囡仔足勇敢的，会保护干妈。不过吼，干妈都唔敢。无安尼好不好？你去坐海盗船，干妈咱们下骹给你加油鼓掌，好不好？嗯。好啦，来，来，你甲红娥妈妈去坐哈。好啊，妈搁陪你坐一摆，好不好？对啦，你要甲红娥妈妈说谢谢啊！说若无伊保护你，为你坐吼，像你这么仔细是袂坐海盗船的，知无？阿吉啦，妈妈照顾你是应该啊，你唔要甲妈妈讲谢谢啦。咱过来坐一摆，好去啊！我不会啦。阿吉啦，平常时干妈是安怎甲你讲？你哪会这么无礼貌哈？小婉，你别讲对不起无要紧，你无像陈老师甲干妈遐尔疼，你竟然遐尔无听话哦？嗯？好啦，谢谢，谢谢。你即摆是咧谢啥？谢头壳哦，是甲红娥妈妈说谢谢。紧嘞！阿吉啦，紧甲红娥妈妈说谢谢啊！紧啊！紧讲啊！妈妈，谢谢。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。恁爸爸在世时，所未完成的、所希望的代志，我问你，你唔知有啥物想法无？即马无心情想遐济，等爸出山以后，才过来讲好。恁爸爸在世时，真疼的雅玲，也真应付伊。这回恁爸爸过身去，伊每摆来厝里拜，拢拜到哭到要死去，我足感动。天天，我想讲，在恁爸爸8年以来，要带雅玲入来咱李家，好无？妈，咱厝即马咧办丧事，莫讲结婚的代志好毋？你是这种的借口啦，我啥毋知影。你只会搬去庄较大，完全嘛是为着迄个差点查某囡仔对无？
提议，恁爸爸即马虽然是来死，但是灵魂还搁伫厝内面，你心内伫咧想啥物？你坦白讲出来，互伊听，你讲出来嘛！恁爸爸这回若死，嘛是完全为着你家己草地走因那代志，互你气死的。你即马连我，你也要甲我气死是无？妈，你莫讲安尼，你莫甲我逼好无？阮爸就是为着我袂甲阿玲结婚，才去跟老冲话。伊当初是若听你爸爸的话，带依附总的，今日嘛为了迄事来变上诉。我嘛毋知比甲遮尔悲惨。你今日带依附总的，来完成你爸爸最后心愿，安尼嘛会当好整天一年得到安慰。假使若是双阿玲会当互阮爸搁再活起来，我一定去带伊。真有可能的代志啊！为着你的意思是无想要带伊哦。我知影是我对不起阿玲，是我辜负伊。即摆若是阮爸已经死啊，我较来带伊，我感觉我的罪过会愈较深。细汉，你对我讲过，是非爱分明，人情黑白，踮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，事事着爱看详细。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对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妈，怎样你袂记对我讲，爱情的路这歹行？害我为情心